阿高，你看，这是我今仔日画图，老师讲我画了真水哦。莹莹，你这图哪会干那有一、两、三色？安尼敢有好看？阿高，我甲你讲，老师讲无一定爱真侪色，嘛会当画出上水的图。敢是安尼？毋是愈侪色才愈好看？真毋是咧，阿高，你试看卖嘛，用上少的色来画一张图。用上少的色。试看卖啊！安尼我要画啥？家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这足水的呢，老师带阮来这参加写生比赛，真正足赞的。对啊，迄树啊拢是青色的，而且有遮尼侪无同款的青咧。哎呀，不过我敢若有2种青色，安尼想要安怎画？哇，大钱！你有遮尼只色咯？嘿啊，我阿母知影我介意画图啊，伊就买这个48色的互我。哇，真好诶！安尼，你敢袂使借我？好啊。妮妮啊，你用伤济啊啦，你用较欠的啦。哎呦，就是爱用遐尼只色，才好看啊！哦。哇，棕色系为料啊！会当做伙参加决赛，真正足好诶。对啊，我用遐尼多色，条件嘛是应该啊。这摆我爱用搁较侪色，安尼就会使画搁较水。安尼咱开始。好。我那边的，奇怪。妮妮，你也无咧画？我袂记走我的那边啊。大钱，你敢袂使借我？我嘛无蜡笔呢。你嘛袂记走？毋是啦，就你顶摆用伤济啊，互你用了了啊。阮阿母讲后摆才买啦。我就是讲我用鉛笔，嘛会使画素描。无蜡笔哪会使画图啦？我要安怎？你试看卖嘛。哇，画好啊！妮妮啊，你也无画？第1名！嘿，我嘛行一条呢。我第1摆参加画图比赛，就摕到第1名呢。我想讲，你敢若摕鉛笔的自主嘞？得奖呢！哎呦，你真正是乌敢若地豆油，无得看哦。其实这画图真简单哦。你只要用心，不管用什么笔拢会使画出好作品。敢真是？真的啦，若无你试看卖，你即马甲你心内上介意的画面，慢慢甲伊画出来。好，你试看卖啦。你咧画啥物？叫我看一个啦。稍等下。
我为我上好的朋友。啊！等，莹莹，你看，我画好啊！阿狗，你画伫倒位啊？我画伫内面啊，你敢无看到？无啊，这规张纸白闪闪呢，你是画伫倒位？有啊，你敢无看到我画后面的山？山？无啊，伫倒位？我画的是山顶的雪啊！哈？黄色的菜色甲果子伫倒位？伫遮。唔是叫我色的菜色甲果子伫倒位？伫遮，你敢拢有吹到？好天啊，日头照，抬头看到一条桥，挂天顶，雨做轻，同齐算有几色？红色、柑仔色、黄色、草仔色，蓝色、空色、桥仔色。轻，无米煮刺香，无茶破雨灯，无雨天出轻，大家斗相敬。好天啊，日头照。抬头看到一条桥，挂天顶，雨做轻，同齐算有几色？红色、柑仔色、黄色、草仔色、蓝色、空色、桥仔色。啥物食烟啊？我阁有一个人无牙手呢。哈，阿川，你不爱食营养哦？好，你去摕糯米粉来好吧？拜托你。好啦，粉红仔色的。对。有2杯哦，但是爱足细粒。那色个罐物件甲其他色罐。你甲我量150好吧150。 150个好。阿妹，好，搁继续，较出力的唔免惊。好，咱甲边仔扣的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用手咯。这是哪色的？对啊。然后这是红色，然后这是什么色的？无色呢。还是你在什么色？喂，我的手袂当踮在遮是无？哦，好，安尼你豆豆用，我先去开迄。阿哥，我勇敢的仔，哥哥勇敢的仔。你用机？哈？搁有一个啊，阿川。伊叫我用滴啊。叫你用滴哦。对啊。遮，你要青色还是要白色？阿川。哈？我要青色，加一块最长入去。好，你中餐。怎无？对，拢好落。阿公，你敢会晓数圆？会晓数圆是无？妈妈，我会使用手讲是？对，你要用手数吧。要。好，放一粒你感觉有一丸就会使啊。啊，2只手安尼，数。
好，你看我收好几粒啊，你敢有法度？试看卖。阿公安尼。妈妈，我看。这么大块圆啊！一定足好食的。你看安尼吗？阿公，你安尼毋是圆啊？爱亲像安尼圆。我要红色，我要红色。迄咪红色，迄是叫我色。这更是叫我色，你哪有足叫的？敢要青色？妈妈，你看我一介绍两个。好，你会当去做色啊？啊，唔是哦。社会讲台语，煮米粉，煮米粉，鱼啊，鱼啊，好食，好食，烧鱼啊，烧鱼啊。今仔日的节目是不是真精彩啊？恁看，就算风景是黑白的，我嘛是共款遮尔个水。我较高水啦，我啦，啊好啦，咱两个共款高水对吧？时间差不多啊，后一回咱爱继续收看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，再会。